目前，今明中國2026年第二季實盤爭霸賽正火熱進行中，總值20萬美元嘅總獎池已經全面準備好。雙賽道並行嘅競技格局再度引爆貴金屬投資圈，其中專為穩健型投資者量身打造嘅勝率達人榜賽道，憑住獨特嘅評判標準同豐厚獎勵，成為眾多交易高手角逐嘅焦點。唔同於傳統賽事為收益論高手嘅單一賽制，今明中國實盤爭霸賽嘅勝率達人榜回歸交易本質，以交易勝率作為唯一排名依據，致敬參賽者每一次精準嘅入市同離場。對於穩健操作、追求高勝率嘅投資者嚟講，呢度係展現真正實力嘅最佳舞台，唔使重倉搏殺，唔使追逐暴利，憑住穩定嘅交易節奏同精準嘅行情判斷，一樣可以登頂榜單攞大獎。勝率達人榜賽事規則清晰透明，獎勵豐厚，現金獎勵覆蓋頭100名，冠軍獨得500美元現金大獎，亞軍同季軍分別攞到300美元同200美元獎勵，層層遞進嘅獎金體系令每一份努力都有回報。回顧第一季實盤爭霸賽，參賽者江河湖海就以完美嘅100%勝率登頂勝率達人榜，用實力詮釋咗咩叫穩健制勝。今季爭霸賽延續真倉實戰模式，所有交易都喺真實賬戶入面完成，行情資料公開透明，確保競技公平公正。除咗勝率達人榜之外，盈利大師賽同步開啟，兩大賽道獎勵可以兼中兼得，仲有海量 WOF 金幣任務同超值報名福利持續放送。無論你係久經沙場嘅穩健派交易員，定係初入金市但手感火熱嘅新銳投資者，勝率達人榜都為你敞開大門，用勝率說話，以穩健揚名。而家加入今明中國第二季實盤爭霸賽，喺勝率達人榜留低你個名，贏取屬於你嘅榮耀同獎金。